大家好，我係 Albert Sir。今日好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好多學琴人士都問嘅一個問題，就係數碼琴同埋傳統鋼琴有啲咩分別？數碼鋼琴係用電子感應發聲嘅，可以切換唔同嘅音色，例如鋼琴聲、風琴聲、弦樂等等。數碼琴係可以調校音量，同埋有內置嘅錄音功能。可以隨時錄低自己嘅彈奏，方便以後重溫。數碼鋼琴通常可以直接插線錄音嘅，咁樣錄音出嚟嘅音色就會更加乾淨，效果就會更加好。數碼鋼琴仲有拍子機同埋轉調嘅功能。轉調呢個功能真係特別好用，因為當你同其他樂器合奏嘅時候，如果其他樂器嘅調性係唔同，利用數碼鋼琴嘅轉調功能就可以輕鬆地轉到去唔同樂器嘅調。數碼鋼琴亦都可以插耳機聽，咁樣練琴嘅時候咧就唔怕嘈到人，就算係深夜練琴咧都唔會有問題啦。而且數碼鋼琴一般咧體積係比較少嘅，擺放起上嚟咧亦都比較慳位。不過始終數碼鋼琴嘅聲音共鳴係比較弱，力度反應亦都係冇鋼琴咁敏感嘅。相比之下咧，傳統鋼琴就係用物理方法發聲，音色就更加有層次，力度變化亦都更細緻嘅。但係鋼琴係需要定期調音嘅，基本上每半年就要調音一次。呢度我想特別講下，好多人覺得鋼琴如果走音咧就去調音，呢個只係啱咗一半。其實鋼琴大部分每個音咧都會由2至3條弦咧係共同發聲嘅。如果每個音呢2、3條弦音色係唔一致嘅話呢，咁聽出嚟嗰啲音就會化開咗啦，聽落呢就唔夠靚，所以呢，就最好每半年左右呢去調音一次，咁樣就可以保持鋼琴嘅最佳音色。雖然數碼鋼琴係唔使調音，但係佢有一個缺點，就係佢一壞嘅時候要維修係非常之貴。因為佢通常個維修都要成塊電子板去換咗，相對之下，如果鋼琴係斷弦或者只係純粹調音呢，基本上1000蚊都有找。但係數碼鋼琴一壞呢，可能4、5千蚊換個底板都要。不過留意翻，鋼琴考試呢係要用真鋼琴嘅。如果想準備考試呢，就始終去彈多啲真鋼琴會好啲。如果屋企係用開數碼琴嘅話，咁就可以試下 book 外邊嘅琴房去多啲練習，等自己咧係多啲適應真鋼琴嘅感覺。其實隨住科技嘅進步，數碼鋼琴嘅性能已經提升咗好多。用數碼鋼琴學音樂咧，始終都係時代嘅趨勢。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實際情況去選擇適合嘅鋼琴。你哋係用緊數碼鋼琴定係真鋼琴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我哋下次見。